好，來繼續來看台北車條，昨暝有旅客離這個高鐵的出口咧吵鬧。這個大約70歲男子為幫橋坐高鐵到台北車頭，佇個出口向要求愛補票，才不滿，佇個現場大細聲嚷，互警察帶轉去派出所。因為伊敢若嚷爾，並無甲人叫，嘛無來動手，所以高鐵暫時無愛甲過。穿配色衫這個查甫人對着塗骹有幾下員警想要甲扭起來，不過伊就是硬唔配合。員警真無奈，只好用拖。本來一個車站大廳裡休困的人客趕緊閃。當時男子就是在台北車站高鐵東出口大吵大鬧，還一度想要從出口闖進去，被站務人員發現，立刻報警。員警到現場毛甲苦勸，不過這個查甫人情緒真激動。代志發生在昨暝7點外，差不多70歲，這個姓曾的查甫人為幫橋坐高鐵到台北，敢若是不滿被要求補票，就咧開始大細聲，員警只好甲帶轉去。發現一男子因補票問題，執意進入高鐵東出口內表達抗議，警方多次勸阻不聽，為防止他人生命、身體及公共安全之危害，故對其實施保護管束。實際上，高鐵有寫明補票相關的規定，即擺拄到無理性的人客，因為伊無動手，所以講暫時無要甲過。不過台北車頭有鐵路、高鐵甲捷運人真濟，因果是台北市的門面，這款行為恐驚會讓不少人客驚到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